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11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今开始来关心轻度的风台圆规，伊的中心目前伫五峦片东南边的海面上，向西边刷叮当。今日甲明仔载是对咱台湾影响上大的时阵，爱说日头强风变大雨的情形。咱来听气象局伫头拄8:40分上盖新的说明。 今年第18号圆规台风，它的外围环流已经逐渐为我们的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带来风雨。预计今明2天是台风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气象局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虽然发布的是海上台风警报，但是圆规台风对我们的陆地也会带来明显的风跟雨。我们首先来关心台风的最新动态。 今天早上8点，圆规台风位在台湾的东南方，大约520公里的海面上。在过去一段时间，由于它的结构有比较组织起来，所以强度有略微增强，暴风半径也略微扩大到200公里。而预计未来台风会持续朝西移动，逐渐进入巴士海峡。因此，气象局也持续针对巴士海峡以及东沙岛海面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请在这个区域活动的船只要严加的戒备。那我们可以注意到，虽然台风的中心本身离台湾有段距离，可是台风它的外围环流相当的宽广，因此持续为我们的北部、东半部地区已经开始带来一阵一阵的风雨。我们从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到。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随着台风外围环流的接近，在迎风面的北部以及宜花地区，已经有一阵一阵明显的雨势出现。而接下来预计下半天到明天，随着风向逐渐转为偏东风，整个东半部地区的降雨都会越来越明显。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越晚，北部、东半部下雨的时间会越来越密集，雨势也会越来越大。 不过，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哦，因为整个风场是比较东北到偏东风，所以在背风面的西半部地区降雨的情况反而不会太明显。我们预计今天在中南部地区天气大致是以多云为主，偶尔会有零星的飘雨，但是要特别留意，因为受到沉降气流的影响，中南部地区反而会比较炎热。 尤其是在南投以及彰化到台南，还有金门地区，可能会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也提醒中南部地区的朋友留意。而除了降雨之外，我们也来关注这个台风的风跟浪的影响。我们从风的预测图上可以看到，台风本身的位置虽然比较南边，但是由于它的整个环流非常的宽广，所以在台湾附近带来的风势会越来越强。 图上比较桃红色、粉红色的部分就是强风的区域。我们要提醒台湾各地的朋友，今天都有可能出现强阵风的现象，尤其是在台南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以及各离岛的沿海空旷地区，今天可能会出现9到12级的强阵风。今天到明天，台风的影响是最明显的，尤其在今天的下半天到明天的上午这段时间，台风对我们带来的 风势跟雨势将达到高峰期。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宜兰县昨暗就开始落大雨，嘛传出有16个人掉伫宜兰南澳新碧海沙堡的海石洞。警方、消防、义消、华巡、海巡拢有出动去救人。加在伫今日透早7点左右，全部拢救出来啊！另外，昨下晡伫台南安平的渔光岛，嘛传出有一个17岁少年家渡水不幸死亡。 有真侪人利用连假到台南安平的渔光岛耍水。初10下昼1点外发生意外，有一位姓詹的少年家朋友去安平耍水，因为拄到大风被卷入去海底。救援人员日日伫现场500公尺远的海面找到人，不过已经无生命现象，赶紧送病急救，不过也是救袂大。我们出勤的时候表示是有游客落水啊。 那我们到场的时候，已经有辖区分队、安平分队跟海巡的单位在下船艇抢救。那我们救护车就是在岸上待命。那待民众抢救起来之后，我们立即给予急救处置。那就近送往急救责任医院国中和。那该名民众是一名年轻男性。 另外，伫咧宜兰南澳的新碧海沙堡，这台免税轿车停伫咧岸边，予海鹰一直拍。 消防局伫咧初10暗在1点外接到海巡的通报，讲有16位民众伫咧南澳新碧海沙堡附近，因为风影上大，海水涨起来，
掉伫咧海石洞。消防甲海巡人员伫咧暗时11:43到现场，不过因为风影伤大，所有人员才伫咧想办法去救人。掉伫咧海石洞内面16个人内面有11个大人，5个囡仔。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的双十宴会伫高雄，站高雄港边水当当。今年计举办2万粒宴会，半点钟的表演拢真精彩。嘛有邀请东京奥运咱台湾选手做伙参加。若今年配合防疫，敢若开放2万人去现场看。也毋过伫4库里啊、基丁、西雅湾、大高山，都有出现济民众去看宴会。这个暗暝，高雄港予七彩烟火照甲真光真水。今年双十宴会配合台湾民谣甲流行歌曲的音乐，阁有港岛独有的海景，买2万发的烟火嘛是历来上济。30分钟的节目，嘛有双十节等等特殊的烟火。这摆活动特别要感谢参加东京奥运的台湾选手，所以嘛邀请因来现场，甲总统蔡英文做伙主持放烟火仪式。这一次我们国庆焰火选在高雄释放，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见证，经过历任市长的努力，还有陈其迈市长更的加速推动市政，已经让高雄有非常不一样的崭新面貌。今年因为防疫，敢若开放2万人会当坐伫港边欣赏。不过，亲像大港桥附近，有真侪民众是规家伙仔出动，甚至有人是对家己、对台北来高雄看烟火。我们中午就来卡位了，12点就来卡位了，等了9个小时。我们早上就来了，然后4点多才来这边。对埔里到西雅湾，规个高雄港周边，阁有高雄轻铁，拢是满满的人潮。双十宴会嘛，替高雄增加观光的商机。记者邓亚文、赖伟做高雄报道。昨昏双十节，总统蔡英文伫国庆大会嘛发表演说，是提出4项坚持，嘛强调两岸爱平等对话，嘛讲咱台湾主权绝对袂退让。CH47运输直升机吊挂历届双十典礼上大面的国旗飞过天顶，开始今年的双十典礼。今年的双十典礼以民主大联盟世界加好友为主题，展现台湾加入国际社会的决心。去年我们送出的口罩是 Taiwan Can Help， 今年他们送来疫苗是友情的疫苗，这就是善的循环。我要在这里向国际社会承诺，台湾一定会在国际社会中做出贡献。不过，接落来讲到来自中国的威胁，总统蔡英文强调，两岸要解决分歧，需要平等的对话。我们善意不变，承诺不变，维持现状就是我们的主张。我们也会全力阻止现状被片面改变。蔡英文嘛呼吁参加典礼的国民党、民众党、时代力量3位在野党的主席朱立伦、郭文泰等讲话表示，政党的政治有竞争，不过若牵涉到国家的尊严、甲人民的未来，都需要团结、约束死的坚持。永远要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必须要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奥运拍运选手组成的车队驶过总统府的头前，过去1年以来保护台湾的军警消、医护人员等等，嘛来参大家见面，接受民众的感谢。都足欢喜的。我感觉是应该是差不多，参加的人家有较多咧。请向我们的飞行员掌声加挥手。各位现场的来宾，最后战机飞过总统府的天顶，来为今年的国庆大会做一个结尾。虽讲今年因为疫情也是有淡薄仔限制，也不过现场民众也是真热情，做伙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记者郭富君、陈国林台北报道。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前总统马英九、张仔嘛做伙参加国民党的升旗典礼。
伊嘛有去总统府的头前参加双十大会。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一中的原则、九二共识，朱立伦是表示中华应该互相尊重。若前总统马英九是不满国庆，主角是中华民国，严格选哪亲像变配角，批评总统蔡英文，若是遮尔讨厌中华民国，哪会无爱落台？手握着国旗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今年双十国庆大典受到疫情影响，规模来缩小。不过，依然有1,000位侨胞出席，其中178位来自亚洲，59位来自中南美洲，32位是来自非洲。特别注意的是，这位来自南非的侨胞本身就是设计师，这回亲身设计礼服，除了将国旗绣在顶面，以红色为主题，代表红甲真喜气。想念国家，那跟红色有关系，这样子，整个的搭配，还有喜气嘛，对，还有头饰就是花，就是代表说一个喜气，一个富贵，就希望我们国家风调雨顺。今年国庆的管理嘉宾包含台北市长郭文铁、监察院长陈菊、前总统马英九、前副总统吴敦义、陈建仁等人。另外，新上任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受邀出席。对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着两化政策的鼓起加重，并且对大家重新坚持一中原则、九二共识。朱立伦表示，应该秉持互相尊重交流。两岸交流要秉持能够相互尊重、相互交流。前总统马英九认为，习近平甲九二共识甲一中原则并列，不过无甲两者讲做是同款的，也就定有保留求同存异的空间。不过另外一方面，也对总统蔡英文来质问，讲每一摆拄到国庆的时阵，身为主角的中华民国敢若变做配角。伊问蔡总统，若这么讨厌中华民国，奈外实际落台？您为什么这么讨厌中华民国呢？如果真是如此，你还要勉强自己干嘛？为什么不辞职下台呢？对，保卫台湾这一定没有错啊，这没有错。至于两岸关系，我不晓得，现在不过这样的，这看着办嘛，看这个随着国际局势在调整就好了。另外，总统蔡英文的国庆演说强调保卫国土甲捍卫主权。台北市长郭文铁讲，保卫台湾这一定无毋对。另外，时代力量党主席陈椒华被邀请出席国庆庆典，伊讲执政党应该赶紧来修订抗疫法，毋那只是换修法，却是无积极的作为。民众党是伫面册祝贺国庆，同时也指控执政党听力社会，甲反对者拢带着中共共路人的标签，呼吁应该赶紧化解国家治理危机，建立共赢的社会。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在甲乡亲咱做伙关心天气。来看轻度风台圆规，即马暴风圈有扩大，风雨会变大。今仔日甲明仔载是风台对咱台湾影响上大的时阵，咱来看风台安怎行。圆规风台目前伫高原偏东南边，大约是610公里的海面上。今仔日会进入巴蜀海峡，影响咱台湾的东半部。下晡到明仔载透早，离咱台湾上晚上近，全台湾拢会落雨。雨是愈换愈粗，气象局有针对宜兰、花莲发布豪雨特报。若北北基、桃园、新竹、台中、台东嘛爱设置上大雨，尤其伫山区有短时间的强降雨，所以爱设置水防伞。有若是要出门，今仔日爱设置爱注意安全。温度的方面，新竹以北东半部高温大约是29度至30度，若苗栗以南高温大约是32度至34度。受风台外围环流顶北港影响，伫南投、彰化、台南、金门有的所在，今仔日是会升高温，高温有机会会升到36度以上。若今仔日是国庆3天的连假上下尾一天，往北的车流量会较济，是普通时啊的1.4倍。若国道5号往北，伫早起10点可能得开始塞车，会塞到暗时8点。这个看起四界拢是人，双十连假第2天，新北瑞丰的高群啊老街有真侪人来遮，头有3天的假期，大家拢出来行行。人过人的情形伫金山老街上款来出现，人最高因讲是一个接一个，用流量一度达到40%，警方赶紧加派人员伫现场管制交通。毋那是老街人真多，画面再来到中台湾南投的武岭后园山停车场早就客满，也是有车一直开上山。另外，伫台中的丽宝乐园，游客人数是更加惊人。
只上出世，四界拢是人，大家拢来耍水，大家随着水用是耍甲真欢喜，甚至买票的所在也四界拢是人，排队队伍是排甲真长。另外，伫南投的指南宫人也可可，信众一直入来，大家拢来拜拜。哦，现在人潮跟过年差不多，人来足济非常多啦，应该跟以前没有要为疫情期那个时代人潮是大概接近了。连假阁剩一天，国公局也说明，这伊是以上北的车流为主，并且点出开塞车路段，包含国一北向新竹到湖口、西里到保盐系统、南屯到后里、国三北向关西到大溪、草屯到雾峰，抑有国五北向宜兰到平南等路段，拢要特别来注意。即阵疫情较热，大家拢利用这时间开车出佚佗，毋过今仔讲塞伫个车阵内底，提醒上北的民众，应在早起时段来出发，也是利用替代道路，避免塞车。记者综合报道。加乡亲，咱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自疫情爆发以来，咱台湾采取严格的边境管制，嘛要求民众一定爱挂喙安。这毋若成功控制疫情，连流感、肠仔病毒一般的感冒拢减真少。一寡传染病嘛拢无确定病例，亲像是出麻啊，抑个德国麻啊，拢无病例。若百日扫嘛减真济，去年有32例，去年敢若5例。来看联合报，受疫情的影响，民众无法度出国去佚佗，拢改伫国内耍。交通部观光局嘛推动观光产业数位转型，不过目前各县市观光景点人数的统计是甲时代对袂着阵，拢也是用车流量，也是卖出去的门票在算人数。旅游业者是认为讲，应该改用电信大数据来分析，安尼才会准。观光伫软体、硬体拢爱进步。来看《中国时报》。今日是国庆3天的连假上后尾一天，高公局是表示车流量往北的会较济，若塞车路段有9个路段，嘛建议要落南的下晡才出发就会使，要过若要往北的爱略早出门。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的个案，过有7个大病入境的案例。因为本土病例、本土疫情转好啊，这3天的连续假期有一寡景点人拢可可，即摆嘛互外界较烦恼讲疫情敢会反抗。医生是提醒讲，虽讲即摆无本土病例，过无代表讲咱社区内无病毒，所以大家嘛是爱较买册的。迎接双十国庆，国内新冠本土疫情有好消息，本土个案零确诊，也无增加死亡病例，不过增加7个境外移入确定病例。序号5跟序号6，他们分别在8月的时候有接种2剂的国药跟科兴的疫苗，那其他部分就看起来不像是脱性感染。第一组疫苗部分，嘉义市有一个30多岁男性9月中到诊所做 A 剂疫苗，先要到9天了后出现胸坎杂杂、胸坎痛、头壳痛这个症状，送医治疗，伫10月初9早起不幸过身，检验上验了后，要搁找时间解剖了解死亡原因。他发生不良事件的时候呢，医院就有马上进行通报。那当时呢，卫生局接获消息，也有协助做预防注射的受害救济的申请。因为本土疫情转好，加上5月关上路，国庆连假期间真侪热门景点人拢真侪，引起外界烦恼。连假过后，疫情佫起来，有医师提醒，新冠病毒已经流感化，真侪感染者是轻症或者是无症状。国内本土病例零确诊，并不代表本土病毒清零，也是要提高警觉。无症状传播者到底会不会变成有症状，甚至说发病之后传染更多人，其实没有人知道。由于很难去区分哪些是新冠病毒，哪些是普通的流感病毒，而造成后续感染的案例，我想越来越新增加。医师强调，秋冬也是流感流行的时阵，而且新冠肺炎病情甲流感也同款。为了让医护人员能赶紧分辨病情，让患者第一时间得到妥善的治疗。除了做新冠疫苗，也建议过7天了后，各做流感疫苗，建立社区群体免疫力，安尼才有机会降级，较早恢复正常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大，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3千万例，死亡人数是超过486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7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294例。中国的病例有96000多例，日本是超过171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
美国已经超过4500万例，印度超过3300万例，巴西是超过21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800万例，法国已经超过715万例。镜头来美国纽约街仔路会当看到餐车咧卖食的专家做生意，因过受疫情影响，加上即阵Delta病毒咧传，上班族食头路人也踮伫厝内上班，而且嘛无观光客咧交关。纽约曼哈顿有2万个即款餐车的打商，日子拢真歹过。纽约曼哈顿是全世界经济文化中心，四季拢是大楼，不过最近人加真少。因为疫情，几落成为一个路边摆摊的业者影响真大。来自阿富汗的拉曼就是其中之一。虽然也是有营业，不过即卖业绩甲疫情进前比是加真歹。本来按算讲到9月拢会恢复正常，结果发现甲想的差真多。There's not too many customers around because people working most from home, and the whole building all of them is empty. And before the one building working more than 1,000 people, now working 100 or 200 people. 拉曼讲，伫遮以前人气是排甲落长，像黄色的计程车、停伫路边卖食的餐车，拢是纽约真有名的城市景观，卖各种的咖啡、松饼、香蕉、沙卵。法新社报道讲，大纽约地区摆摊的业者差不多2万人，其中真侪拢是无其他方法趁钱的移民。拉曼20年前为了买毒品战乱，自阿富汗走到纽约，即马伫美国已经有3个囡仔。伊的档伫咧曼哈顿南边被听过的菱形岛顶头，地点算袂歹。毋但伫咧办公大楼的出入口，附近还有地铁站加观光渡船的码头。Tourism way was good before. Used to be people come for a Statue of Liberty, and a lot of tourists like make 20-25%. I get business from the tourists, but right now it's nothing. 不过，也是有一寡市中的人客，逐工早起拢会来交关。像这位瑞耶斯就逐工拢来食早顿。It is really important, especially I mean with the restaurants. You know, they're really like struggling also. But a regular worker like me, sometimes we need an affordable like donuts, coffee, because I do know in the city it's very expensive. 因为Delta病毒的影响，真侪人也是伫咧厝内上班，游客也真少。根据非营利组织纽约市伙伴关系调查，曼哈顿上100万的劳工，今年8月只敢23%转去办公室上班。业者讲，到9月底也只敢41%，是比5月时阵所预期的2/3少真多。另外一位摆摊的阿里讲，若是甲疫情拄发生时阵比，这嘛算是加真好。But the money is really in the beginning is really bad. Especially the city support us. That's a very good thing. Otherwise, like we cannot make the money I make it. I told you, like it's not even for the supplies. I cannot make money for the supplies. Since the schools are open, more people coming out, and the city was like especially city employees, they come to work. And where I work, these buildings, that's like 50% come back. It's really much better. 不过拉曼无遮乐观，伊讲因兜怎么拢是靠因牵手做老师的薪水伫咧饲家，未来会安怎也毋知。虽然会当申请补助踮伫咧厝内，不过伊依然是逐工透早2点半就起来，自勒索郡到纽约市区摆摊。伊讲加减做，踮伫厝内压力颠倒大，也毋知要做啥。伊伫遮摆摊摆20几档，已经真惯势啊！伫遮大家也拢真熟悉，只个希望一切拢赶紧恢复正常。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中东国家黎巴嫩因为欠燃料，造成全国大停电。因的政府赶紧去向中央银行先贷款1亿美金，去买燃料，车10才恢复送电。电总算来啊！中央银行已经批准1亿美金的贷款，用来买燃料予电厂的人跑。黎巴嫩的民众长期以来常常拄着限电，即便自初9月全国大停电，迄当阵官方传出消息是讲电会停几多工。国内2座主要发电厂因为燃料拢无啊，顶礼拜就拢无伫咧转。要下供电系统规个崩解，好加在军方同意启用军备燃料来斗3工。贝鲁特伫咧过去半年来，逐工自半暝到透早6点拢限电，
不过其实大部分的人一天只敢2点钟有电通经。即便发生全国大停电，民众拢真担心。قواطع بضلني ل 3 الصبح 4 الصبح بالسيارة نايم لا تجي الكهرباء، شو بدنا نعمل؟ شوف منا حياة صرنا فيها، حياة زبالة。燃料无够，发电的成本愈来愈悬，电无够用。伫板咱的电力部控制室，伫去年港口大爆炸被损害，迄栋大楼到即马也是藏得了远。微博报道讲，2间大发电厂无法度发电，其他发电厂无法度供应需求，像医疗体系这款关键基础设施欠电。黎巴嫩的经济危机，和世界银行形容是顶一个世纪上严重的危机之一。银行体系崩解，钱跋15倍。伫过去18个月以来，钱遍布欠燃料，差不多一半的民众生活真艰苦，真侪所在拢有民众站出来抗议。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夏威夷海峡早起是发生2届规模6以上的大地震，目前并无传出灾情，嘛无发布海动的警报。来关心澳洲选地封城封将近100天了后，今仔日要解除封锁。那巴西的总统因为伊无去注意封城，伊想要去看骹球比赛，互球队拒绝。来关心美国《纽约时报》是批评美国的莫德纳公司为着要趁钱，伊封城干那要卖互好嘅国家，拢无爱互散财国家。各大已经趁200亿美金，趁800。来关心今年的国庆宴会暂伫高雄举行，即摆是办的范围会当讲是上宽的，嘛是高雄过20天了后，搁一摆举办国庆宴会。替羽球配搭练习，总统蔡英文甲高雄市长陈其迈由世界球协也是在地高雄人地主任带头做阵练习。2021国庆宴会也正式开始。3、2、1，开！美丽宴会甲高雄港的天顶照甲光闪闪，总共放要甲2万发，其中12寸甲16寸的烟火有超过100粒，是历年来上多。放烟火面积超过3公里，也是范围上宽的一遍。伫20天了，国庆烟火重新到高雄放，未展现高雄100年大港的气势。高雄市政府也特别邀请东吴家拍云选手，也有各单位防疫团队，先坐游艇到舞台区，感谢因1年来为台湾的贡献。总统蔡英文也学到高雄愈来愈无同款。今晚大家可以来高雄欣赏国庆焰火，看完了还可以留下来看看，多走走。我知道现在爱河还可以坐热气球进行空中游览，高雄真的是越来越漂亮，越来越不一样。今年的夏天冬奥、帕奥，台湾的选手缔造了史无前例的佳绩，他们都展现了自信、勇敢、坚韧，这是高雄大港的精神。自高雄港内5个地点向外延伸到旗津，这边国庆烟火总共经7台备台船伫咧海上放烟火，佮搭配高雄市交响乐团的演奏，目睭甲耳仔拢会当感受到震撼。总统希望大家伫咧连假期间心情会当放松，也毋过防疫袂用的放松。估计这边到场看烟火的民众有超过10万人。记者综合报道。国庆是咱台湾重要的日子，为着要感谢侪侪替咱台湾拼死付出的人，昨昏领奖国家是由东京奥运跆拳道摕到铜牌的选手罗嘉玲，也佮有中央甲地方一寡防疫英雄，也佮疫情指挥中心的副组长罗一军，带领大家唱国歌。另外，伫上述大会了后，台湾英雄大游行，嘛专工邀请东奥甲帕运。东京奥运甲帕运的选手，也有防疫英雄的代表，做伙来参加典礼，向大家向因说多谢，感谢因对咱台湾的付出。
大明国旗飞过总统府，客家儿童合唱团甲6位英雄代表伫国庆大典顶悬共同演唱国歌。警校代表刘开修、杨富新，东京奥运跆拳道铜牌国手罗嘉玲，疾管署副署长罗一军。疫情期间，互精神无稳定确诊病人，提到普伤的何律师陈文珍、施希君。会紧张，因为罗夫唱的蛮大声的。就是想说啊，罗夫唱那么认真，也要认真唱一下。我们后面的客家合唱团小朋友也都唱得非常大声，所以我们也不敢唱太小声，免得说，这个比输给小朋友哈，那这个不够格当一个领唱人啊。人个人拢真认真，也讲要登去到工作上继续打拼。不过陈文珍正手掌神经互病人扑伤断去，目前还在复健，也无登去工作。伊讲有时阵也协助恶梦。望着互病人对赶，不过无后悔做好护理师应该尽的责任。努力做好身为护理师该做的事情，然后也不会特别抱怨或是什么的，就觉得它已经发生了，它就是在那里了。还是会蛮担心能不能回到工作岗位，但是还是会想要回去。另外，东京奥运甲帕运国手甲各单位的防疫英雄，也受邀参加国庆大典了后的台湾英雄大游行，由拍破奥运纪录得到台湾东京奥运第1面金牌的亚洲练国手郭幸存拍头阵。沿路民众尤其欢呼主办单位也夜抓花，代表对所有防疫英雄甲帕运奥运英雄的拍拼表示感谢。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当年的双十大会，除了有国军联合乐器队，也有宪兵快速反应连整齐表演。今年军方也有派出直升机、甲主力战机，也有雄风飞弹，这各造武器拢有出现，要互民众看到咱国家国防自主能力。也有上下尾雷虎小组空军有喷出蓝色、白色、红色3色的彩烟，冲过现场是上下尾的重头戏。国军联合乐队还有三军仪队表演，是每一年国庆大典一定爱看的节目。今年佫特别安排高队表演。仪队嘛结合流行歌曲表演，像是萧煌奇的《逆风飞翔》。唱国歌。今年国庆大典唱国歌，除了一边管制署副署长罗一军、东京奥运跆拳道铜牌的国手罗嘉玲，还有警察、消防，还有医护人员代表以外，军方两只 CH-4怪轻旅客运输直升机嘛，挂着人民大国旗来到会场。空勤总队还有三军嘛派出直升机，还有主力战机，以空中分列式来通过总统府。首先通过的是 IDF 金国号为国人自制的高性能战机。过去叫做宪兵机车连的宪兵快速反应连嘛，伫战斗车率领之下，总共有9台战术侦修车，还有54台重型机车，以时速5公里的速度来通过管理台。军方嘛派出救灾、抗旱，还有防疫有功的官兵，以救灾车队来向国人致意。另外，各组飞弹车包括着剑利飞弹、雄风2型，还有3型飞弹，还有天宫3型飞弹嘛来参加国庆大典，来展现国防自主的战力。典礼最后是由空军雷虎小组5架 AT-3教练机飞过总统府，喷出国旗蓝色、白色、红色3色彩烟，来祝福咱的国家生日快乐。记者张志雄、张志佳台北报道。在地上大条镜头来屏东，屏东有一个救助专人照顾园区已经正式启用，内底有健身器材、有日照中心，嘛有互细汉囡仔耍的所在。无论是老阿姊这个园区，无论是几岁人，拢会使伫遮使用。就是用这款理念来打造这个园区，带乡亲咱做伙来看卖。照出流龙含酸球的所在，阁有真侪运动器材。看老甲子拢通做伙伫遮运动佚佗，是真新鲜的。这是九如专人照顾园区，设计理念就是要打造一个，互每共年会的乡亲拢通同齐使用的空间。很不错，因为以前就是都要
在9如果要带小朋友出去玩，都只能往户外跑。对，有了这个地方，我们就是可以在室内，然后吹冷气，然后很安心的看着小朋友在这个环境。我们住在高速，在这边可以让小孩子放电，他觉得是很棒的地方，而且他的东西都很安全。手肘没有动，对，手肘没有动，靠我们腰部的力量而已。有100年历史的九如国小旧校舍，重新整修做一搭专人照顾园区，室内室外拢有真侪活动空间。1楼是日照中心，会当看顾适龄的时代。2楼是有运动空间和设备，佮请教练来带老人振动筋骨。3楼是亲子的空间，毋但有囡仔顾通听，佮有耍球和出流浪的所在。带囡仔来遮佚佗，父母就免伫外口的公园晒日佮烧热。我相信这个闲置空间的再利用，除了从健康、亚健康，或是失能身障者，或是从幼儿到长辈，是一个全人关怀的一个学习成长的空间。现代台湾社会囝是生少，又佮渐渐高龄化，这款适合无共年岁囡仔老人拢通互相看顾的照顾园区，也可能是未来的趋势。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人真正真有爱心，台中有民间团体发起行动，要让民众甲厝内无爱穿的、无爱滴的旧的鞋赶出来，要送去非洲帮办葬非洲人。9天内就募到12000双鞋这是比资本的目标6000双加出1倍。伫非洲有真侪国家的弱势族群，因为散车买袂起鞋来穿，必须刷走弄入去脚趾头去检验着。若严重甚至会造成死亡，所以国内伫台中有民间团体响应旧鞋救命的计划，希望会当将台湾人的爱心送到非洲。不管是捐血啦，还是救血啦，包含我们偏乡的啦，还有比较贫穷的家庭他们每个分会都有在做社服。团队志工募集民众厝内伤旧、未清洁，或者是无爱爱的鞋整理清气了后分类包装。这届伫9天内募集到我买12000双鞋，比原本定的目标6000双是加出1倍。我们的募集目标从6000双到10000双，结果最后整理分类过可以使用的将近12000双。在过程当中学到，原来我可以把旧的鞋子把它再利用到。本来是不能穿，但是它有可能是小朋友脚长大是淘汰掉的嘛，然后他可以把这个鞋子再捐到非洲小朋友穿。这个要送到非洲的鞋拢是民众热情捐送，除了大人的款式，也有人捐出厝内囡仔未清洁的鞋透过捐鞋的救助行动，希望将台湾人的爱心送到非洲，帮助在地居民有鞋通穿，保护脚步，也改善卫生。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镜头来屏东内部有一个回龙，叫做强福龟，伊伫槟榔树下骹种叶仔瓜，再佮用光合管来伫白汤海，效果真好。屏东内部乡的青龙强福龟，几当前转去做事，说服长辈甲一部分的槟榔树撤掉，来搭帮是种野花，佮黄叶紫丁花，伫老落来槟榔树下骹也种野花。手上这个就是红姜花红姜花它是典型的热带花材，主要分布在雨林的区域。我选这个花材原因是，它在市场上的价格其实还蛮好的，但是因为难种因为它雨季下多一点的时候，它就很容易生病。野花适合伫屏东的气候生长，种作的时阵得爱注意排水佮有压肥，因为产量无济，价销是袂歹。为着友善环境，这几年伊就使用光合菌，红底白藤海的效果是真好。主要就是因为它菌也有固氮作用，所以肥料不用施那么多。然后第二个就是浓度用稍微高一点的时候，其实它可以取代一部分的化学农药，所以病害也比较少。野花一年四季拢会开花，因为色水是真水，所以过节时阵真受消费者的欢迎，价销也会特别好。未来伊打算甲槟榔树全撤掉，大帮手来管理这寡花，互花的产量佮品质更加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即马疫情转好，未少民众会出门去佚佗。云林县政府嘛有推出相关的行大行程，咱嘛带乡亲来行一转。
详细听专家导师小解各种事物。草嶺石壁社区导览员加入山林甲保庇报道，因为自然景观多元，有丰富生态环境，加上是地质敏感区，正适合继续开发。云林县府将这报道打造做森林疗育基地。我们以前懂的只是一个皮毛啊，经过这么优秀的老师来上我们课哈，感觉到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这里以前的产业是怎样？这些都是知识性的，没有问题，这些都是可以讲。只是说我们最强调的是你在感受上面，我不要给你太多的知识性的东西，我就纯粹是让你在不同感官上去做发掘。云林县府文管处表示，这摆由代代专业师资以实物、谈判、交流甲土地等真侪方面课程，培训在地导览员，希望结合当地永续经营甲发展。互因伫未来带游客时阵，应将在地环境特性，加教游客加入基地，应放轻松来体验。完成这样的一个导览课程之后，那搭配接下来整个就是疫情比较就是减缓的时候，大家来到草岭石壁，然后可以透过这样的导览，然后获得这个就是身心灵的一个解放。文管处表示，最近国内疫情等候，真侪人拢用安心旅游，那游客借由五感体验活动，感受草岭石壁丰富生态环境，互身心灵得到舒压，也希望森林疗愈健康旅游，应加做社区经营重要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提过国家医疗奉献奖的匈牙利传教士，1961年捌伫家己的乡家病院提供医疗服务，验过乡家病院已经排行超过25个档。即阵有民间团体是建议讲，把这个所在改做偏乡的医疗博物馆，也有医疗工作基地。有的啊，那伊电话是20号，20号，吼。应有电话号码药袋啊，手写记录药方，绿草县家老病院的收诊工课，治疗内底外口的环境嘛，当咧进行。即间已经排行超过25档的病院，即马有民间协会开始整理，要来甲空间活化。遮真无简单，遐原本有一个病院，有一个教堂，有一个幼稚园，吼。啊，即个病院的部分，搁查着讲有3个国家医疗奉献奖的得主，捌伫遮奉献甲服务过。因为早期没有健保，医疗费用非常非常高。那他去募集来了之后，就是，变成没有成本嘛，那就可以降低很多那个医疗开销，这样，啊，所以造福这边的人群非常多。这间1961年伫鹿草开办的病院，因为医疗环境的改变，排行超过25档。关爱故乡公共服务协会表示，有得到天主教家己教区的同意，暗算甲2楼转做医疗博物馆。1楼将做偏乡的在地医疗工作基地，一个起身，互大家先整理起来，然后慢慢互附近的人对这有什么感觉，啊嘛好多个互大家来，啊若再做一个医疗的基地，也是教育基地，或者是5万啦，啊嘛是爱一步一步来。目前这个所在因为久来无使用，内底阁有真侪当初的医疗记录。关爱故乡协会除了收诊环境，嘛整理保存遮的资料，希望除了空间再利用，嘛甲这间病院以早照顾地方的故事，搁一摆互大家来知影。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2021年同游杯羽毛球比赛，咱台湾伫女子队的小组赛，头一战是对埃及有拍赢，啊那男子队头一战是对泰国拍输去。来看刷到来的体育新闻整理报道。把对手破关的这球高压抬上去。台湾羽球一哥周天成伫同游杯男子队的比赛，第一点单打21-18先摕第一局。2022的同游杯羽球赛第2单摆进行，台湾由男子队先进行比赛。第2局，小天虽然先落后6分，所落来开始得分，上尾22-20摕到这局，为咱国摕到第一点的单打。第2点当过男双金牌组合林荣佩。虽然已经2个月加无比赛，不过也是只敢用33分钟就直接赢2道，互中华队2-0听牌。不过中华队先好后摆，所来3点拢输，上尾2-3输互泰国，输第一场。女子组第一战对手是埃及，台湾前3点单打拢赢，提前3-0的点数赢。Jansen deals, swing and a miss, he struck him out. 大联盟季后赛，红雀对斗志的这场比赛，到第9局顶半局拍煞，2队平手。
主场的斗志无想要互球迷伤活等于做，后半局就甲比赛牵照起来。克里斯泰勒甲这粒88英里的国球降出去韩国人球外口，再进2分炮，互斗志3-1晋级到个人分区系列赛。季后赛有真侪精彩表现，托纳这球降出去，看着强烈落个涂骹，居然连外野手布莱恩走正远去甲接起来。另外，斗志的外野手贝兹对外野甲球传到3垒，甲跑者错杀出局。大联盟例行赛结束，日本籍的大谷翔平这位投甲拍表现拢真好，是美国联盟年度 MVP 大联盟。伊伫官方的奖项公布前，先获美国权威棒球杂志《棒球文摘》选做年度球员，是52年以来第一遍摕到这个奖的亚洲球员。伫这位重新登去英超的葡萄牙脚球明星 C 罗，第一个月替曼联踢入去5球，被选做英超9月最佳球员。是 C 罗2008年3月了，让13年过踢到打破英超的纪录，就是 C 罗第5遍踢到当季最佳球员。F8 以及本定性赛车土耳其站比赛前雨不真大，虽然开始了路差不多大，不过伫第一个弯道就车过出去。上了是变速车队的车手博塔斯摕到这个赛季第一座单站的冠军。因为红牛车队的车手维斯塔潘摕到第2名，积分有18分，互伊伫个赛季积分榜对原本的输2分，这嘛是领先6分，变做第1。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再去看世界，来看有一个纳粹大屠杀好运活落来的幸存者，已经要食到要90岁啊！最近参加舞台剧的演出家己的故事。响亮歌声伫比利时李杰明南无咧用的家具工厂响起，想要将观众诱到将近80年前迄一天，西蒙格罗诺斯基跳落去开往纳粹集中营列车惊险的时刻。During 60 years, I didn't speak about all this tragedy. My message is not a message of sadness, but of hope and happiness. 穿红色短裤、球色碰色衫，要伫个10月12满90岁，西蒙格罗诺斯基徛伫舞台读剧本，亲身参加这出叫做《杀个舞台剧》的演出。西元1943年11岁，西蒙格罗诺斯基甲妈妈阿姐，和德国纳粹掠去死亡列车，准备去奥斯维兹集中营。暗过中途列车，和迄时阵的比利时反纳粹青年军攻击，列车被迫放慢速度。伊的妈妈杀伊跳车，奔向自由。迄一天，233人跳车，西蒙成做最后118人生还者其中一个人。毋过，伊的妈妈最后伫毒气室内底死亡，也阁有伊的阿姊也伫个集中营内底过身。I said, this is an incredible thing to say, and I shook his hand and I said, I promise to write my next opera on your story. And that's how Push came about. J'ai beaucoup d'émotions et beaucoup de chamboulements à l'intérieur de moi. 西元1941年到1945年，德国纳粹占领欧洲，杀差不多600万犹太人。迄一天，西蒙的妈妈杀伊跳车，不过也将伊杀向甲亲人分开的命运。经过90年的人生，伊选择面对生命当中的遗憾甲悲痛，成做一个平凡而且伟大勇者。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辑。西班牙拉帕马火山爆发已经超过3礼拜，当地政府是观察讲火山的活动并无冻点的趋势，颠倒是哪来哪食力。目前岩浆已经算断1000多间人家厝。这是为加纳利群岛传来上新画面，为当地时间初9半暝到初10天光了后，新的火山必巡一直用力喷出火红岩浆。救援单位卫星的所在甲空中翕的画面，因看到岩浆就亲像河水共款，顺山坡向海岸地区流过去。Que ha conducido a que una serie de bloques se incorporen a la colada principal y también ha conducido a que haya nuevas coladas que han vuelto, digamos, a discurrir.sobre todo en la zona norte del cono. 岩浆流向沿海地区了后，拄到温度加真侪海水，加造新的陆地，安尼地层是真无稳定。
la colada de la lava se asienta sobre un área que no tiene estabilidad. Esa pequeña plataforma costera con sedimentos puede moverse en cualquier momento. Y luego, después de esa ruptura, inmediatamente lo que tendríamos son explosiones pequeñas, porque vamos a liberar más vapor de agua. 除了伫海华地区造成无稳定的因素，岩浆流过所在也造成重大灾情，一共将近1200栋的厝被摧毁。岩浆流过面积超过490公顷，真侪人的产地农场拢互岩浆无情甲砍过去。另外，火山活动也一直引起地动。3礼拜以来，当地已经测到37摆地动，上大规模4.1。公司新闻7家人朋友。 气候反常，食物的生长嘛反常。这个热天，美国是热翕翕。即马美国一寡所在的森林，即马叶啊也个青淋淋，也毋过有的是大屁屁，强要打死。即嘛，互一年有规模有过了10亿美金的看秋叶的旅游行程大受影响。 秋天到啊，其实就照甲气温的下降，叶啊会为原本的绿色转做黄色、红色甲橄榄色。每年到月底，这么水的短色秋叶，对真爱大自然美景的人来讲是一定爱去欣赏的。啊，不过今年美国真侪森林依然是一片青片片，免因州北部地区秋叶啊转做暖色调的比例要无甲70%。 The tree leaves tell you everything. I mean, like, there's not really any better way to evaluate a tree than looking at the leaves and like how well the new growth came out and how long of a new growth pushed out on the ends of the branches. But the tree is sort of expressing like what the summer has done to it. 树叶啊，色水的转变是环境微妙变形的结果。原本的久长青叶的时间，搁较还是大水热天，会互树啊带来压力，互树叶直接打起落入土骹。 Pretty well fed up with the drought and heat and probably won't give you much color. It's going to be more brown than any kind of yellow like it would hope to be. 今年热天就是安尼，西北太平洋超过43度的热浪，和俄勒冈州的新云出现打起落入去的现象。气候变迁也会致使一边散布海棠一侵，加一批大北移。 看无金黄色、红色的树叶啊美景，对观光旅游的冲击更较大。以新英格兰地区为例，欣赏秋天的叶啊，每年互当地几个州带来观光收入有数十亿美金。You start losing trees to climate change. You know, that affects how well areas can regulate temperatures. And you know, if you were to have a hillside full of happy trees, happy evergreen trees in the mountains, and then that all goes you know, goes away from climate change, those trees were also helping with, you know, preventing floods and things like that too. So it's all kind of connected in a very domino effect kind of way. 环保人士呼吁，这是专注林地保护加减少用石化燃料一个真好的理由。那咱能保持森林的完好无伤，也提供咱清气的空气、水源、清洁的森林，加秋天种种可能的灵感。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天气报道者来关心气象局已经针对风台圆规发布海上风台警报。风台即马暴风圈的范围有扩大，北部、东部风雨会愈来愈大。下晡到明仔透早是风台上挖进咱台湾的时，宜兰、花莲、双北拢爱细日变大风。做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9度，上悬3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0度。 外岛是26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